7月2日，真正的清醒心靈。我們發現，沒有什麼要求是與 AA 方案的精神相違背的。意願、誠實、開明是康復的必須，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。AA 第570頁英文版。我是否足夠誠實地接受自己的本來面目，讓這個我成為別人眼中的我？我是否願意竭盡所能來保持清醒呢？我是否足夠開明，從而去聽我應該聽的話，去想我應該有的想法，去體現我應該有的想法？如果我對上面所有的問題的回答都是的話，我就足夠領會了 AA 方案的精神去保持清醒。當我繼續實行12個步驟時，我就接近真正清醒的核心部分，平靜對自己、對他人和我所理解的上蒼。